我觉得我很幸运，能在高中这个阶段遇到我的班导。他是个有原则却又没架子的人。我觉得他就像我生命里的一束光，是他在这崎岖的人生路上教会我，跌倒了要怎么爬起来继续走。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，所以想做一束永不凋谢的花送给他，就像他带给我的这些人生观一样，都会成为我面对未来的养分。没有，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形。我好痛。好，等一下，好了吗？好哦。3、2、1，展开。哇！这种自己全我自己亲手做，我花1个礼拜做。天哪！天哪！好，我待会去再见。你怎么没有哭？我已经哭了。你这也太有压力了吧？还想找。